这是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与各国青年领袖讨论慈悲心和人类一体性的重要性；达赖喇嘛尊者会见马丁·路德·金之子及其家人；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第7次会议开幕；欧盟对西藏局势表示关切，并呼吁中国立即释放掐扎仁波切。藏人行政中央悼念前部长哲通次汪曲杰逝世。澳洲藏人抗议中国外长访问，呼吁澳洲将人权置于贸易之上。纽约和新泽西州藏人代表呼吁美国议员支持西藏法案通过。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三3月20号上午，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勤宫，与来自世界各地获得达赖喇嘛奖学金的14名青年领袖及其他与会嘉宾，就慈悲与利他之心以及人类一体性理念等为题进行了对话。达赖喇嘛尊者在致辞时着重谈到了实践慈悲与利他理念的重要性。随后回答了与会青年领袖提出的有关如何促进人们对人类普遍价值观的认识，如何激励他人选择服务和照顾他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作为青年领袖在感到愤怒和沮丧时如何运用慈悲心，以及如何抵制不公正，同时对压迫者保持慈悲心等问题。此外，全球人权活动家马丁·路德·金之子马丁·路德·金3世及其家人于本周一3月18号上午，在印北达兰萨拉觐见了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达赖喇嘛尊者向上述来访人士谈到了了解人类一体性的必要性。加拿大温哥华达赖喇嘛中心的几位董事会成员也出席了会议。在觐见尊者后，马丁·路德·金3世及随行人员访问了藏人行政中央总部，在嘎夏秘书处受到司政边巴次仁的欢迎。司政边巴次仁在会晤上述来访贵宾时，主要介绍了西藏历史、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以及流亡藏人社区的发展情况。司政还介绍了西藏与中国、西藏与印度之间的古老联系，驳斥了中国声称西藏自古就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之荒谬主张，并强调通过中间道路政策解决藏中冲突，同时保持西藏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历史地位。马丁·路德·金3世在致辞时表示，他有兴趣与美国的达赖喇嘛中心合作，向人类宣传尊者的慈悲理念。与此同时，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第7次会议暨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2024年至2025年度财政预算会议于本周一3月18号在印北达兰萨拉的议会大厦中开幕。议长堪波索南丹培在致开幕词时强调，要抓住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形势，推进西藏自由事业。鉴于通过达赖喇嘛尊者的影响力，藏中冲突已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关注，当前是采取行动的关键时刻。议长进一步介绍了本次会议的议程，其中包括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的预算审批、规章制度审查委员会的报告、预算估算委员会的报告以及其他相关事项。藏人行政中央司政兼财政部长边巴次仁向议会提交了2024年至2025年度各部门的财政预算。另外，欧盟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5届会议期间发表声明，重申其对西藏境内紧张局势和恶劣人权状况的关切，强调了西藏儿童被迫与家人分离，在中国官方设立的寄宿学校里接受童话教育，以及中国在西藏大规模采集藏人基因样本等问题。欧盟还在声明中强调了人权捍卫者、律师、记者、独立记者、其他媒体工作者、
学者、作家和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骚扰、恐吓、监视，包括跨国镇压，并且强烈谴责了当局实施的出境禁令、软禁、酷刑、虐待、非法拘禁、判刑和强迫失踪，以及包括可能构成酷刑和虐待的指定地点监舍居住等问题。因此，敦促中国政府遵守包括本国宪法在内的国内法和国际法规定的义务，尊重、保护和实现包括藏人在内的所有人的人权。此外，欧盟还在声明中重申了其密切关注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并呼吁中国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自1995年被中共秘密关押至今的曾担任10世班禅喇嘛转世灵统寻访小组组长的恰扎仁波切，被监禁的西藏环境及人权维护者阿亚桑扎，被扣以煽动分裂国家罪而判刑10年有期徒刑的著名西藏僧人作家果西肉嘉措、果洛巴登、扎西多杰，以及强迫失踪的藏人作家桑嘎蒋扬和桑吉卓玛等人。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前部长哲通次汪去杰于当地时间3月12号晚上9点5分在加拿大的家中离世，享年91岁。藏人行政中央嘎夏在闻悉噩耗后，于上周四3月14号下午举办祈福法会。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秘书长和全体公务员参加了祈福法会。嘎夏秘书才加丘吉扎尼介绍了逝者的生平简介，随后与会全体公务员诵读经文为逝者祈福。法会结束后还关闭了所有部门半天以示悼念。另外，在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本周访问澳大利亚前夕，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代表伽马森格发出紧急呼吁，敦促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一贤向中国外长提出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代表伽马森格在致给澳洲外长黄一贤的信函中指出，中国外长王毅即将对澳洲进行的访问，是澳洲政府对西藏人权状况持续恶化方面表达担忧的重要机会，并提出4点建议，强调了中国统治下境内藏人面临的不断升级的镇压和系统性歧视政策，呼吁澳洲和国际社会表达关切以及采取行动。由于澳大利亚与中国保持着重要的贸易关系，代表伽马森格强调将人权关切纳入双边讨论的重要性，促使两国之间更加公平和公正的关系。与此同时，来自澳大利亚各地的数百名藏人和支持者与维吾尔、香港和法论大法等团体一起，于本周三3月20号在澳洲议会大厦前抗议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访问澳大利亚首都坎培拉。参加抗议活动的藏人和支持者高举西藏国旗，挥舞着写有"西藏自由"等标语牌，敦促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一贤将人权置于贸易之上，并遏制中国领导人对其在西藏的暴行作出解释。抗议者还向澳中两国发出强烈信息，即人权是无法售卖的。澳大利亚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联合主席和绿党参议员珍妮特·赖斯在活动上致辞，呼吁外交部长黄一贤和反对派影子外交部长西蒙·伯明翰在会议上紧急向中国外长王毅提出人权问题，包括参议员迪恩·史密斯、参议员乔丹斯蒂尔约翰、议员安德鲁华莱士和议员戴维吉莱斯皮等议员相继发表讲话，表达对藏人和其他中共受害者的声援和支持。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华人事务联络官达瓦桑姆在发言时强调了中国政府近期在西藏东部康区德格县镇压和平抗议民众的情况，并敦促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在抗议活动中被拘留的藏人。澳大利亚外长黄一贤在会晤中国外长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提出了澳大利亚在人权方面的关切，包括新疆、西藏和香港的人权状况。请继续关注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
纽约和新泽西州藏人协会执行委员会成员以及当地藏人自愿游说小组的代表，于本周一3月18号会见了美国国会参议员查克·舒默办公室的项目主管丹迪普·卡尔索尼，呼吁查克·舒默参议员对促进解决藏中冲突法案在参议院的通过提供支持。丹迪普·卡尔索尼在会晤期间听取了藏人代表的呼吁，并表示他会将这一问题及时报告给参议员查克·舒默。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